繼續來看新冠疫情是繼續咧滾價，有第一線的醫師是反映講目前健保給付的醫用快篩是有限制對象的，有的病人是出現症頭，所以講因為愛自費，怎無願意檢，這醫師也無法度確診。這疾管署嘛表示講，後個月就會來討論敢要放領公費資格。因為你這抗病毒有那是真吼，這個有一些交互作用。聽到患者的症狀改做快篩，果然是確診。國內新冠疫情正入流行期，疾管署統計，自8月初2到初8，新冠門診急診人數超過24000人，確診人數也衝高，新增加72例本土重症病例，14例死亡病例，攏創這位新高。我太太有這個症狀，我覺得身體就是有這個情形，我就來看。昨天突然覺得很酸痛，然後我也會擔心是因為醫生剛剛講說可能會是 COVID， 不過剛剛有做測試沒有。這麼健保給付醫用快篩加抗病毒藥物的使用資格互相聯動，以65歲以上的士大人，抑個得到癌症、糖尿病、慢性腰子病這款高風險族群的患者為主，其他病人愛家己開錢做篩檢買抗病毒的藥物。醫生擔心無自費篩檢的人會變做已經烏數。他講說啊，反正我也沒有抗病毒藥，我還要自己要花錢去買，我就不買，所以我就不篩，我不篩我就不知道。那這樣子其實對整個的疫情的傳播會相當的不利。針對是不是擴寬使用對象的部分，疾管署跟健保署將共同在9月中旬邀集相關的工會、學會、協會來討論。疫情清關，大家攏真重視。內政部也證實，台中成功嶺替代役訓練班第276梯次代替役一人，確診新冠肺炎148人 ，A 型流感39人 ，B 型流感7個人。這麼依照健康狀況，採取分村分流隔離，一個相關醫療處置，也繼續掌握一人的健康情形，也通報台中市衛生局。記者綜合報道。